最近这几档发生未少美容手术死亡的事故，为着要加强管理，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是表示讲，要修法要求医美诊所的医师，拢要完成2档的一般医学训练加专科的训练。那做手术的医师嘛，爱有大外科系的证照。那发生重大的事故，会来公开医师的资讯哦。要拼10月1号，上紧年底也是明年初实施。画面内底，这个姓丁的外科医师，之前因为甲患者做生殖器的医疗美容手术，那像是麻醉出问题，造成这个患者死亡，结果检方下令以现行犯逮捕。今仔日大联动去台北地检署，告台北市卫生局管理不当，针对最近真正传出医疗美容的事故，卫福部长赵忠良日讲，未来爱修调管办法。如果他有受过专业训练，而减低这个所谓的医美的意外事故的话，应该是一件好事情。支持，要怎么训练他们，我们还要再研究看看怎么做。未来的一个整体调整的方向里面，大家应该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针对未来修法的方向，卫福部长赵忠良讲，会以医疗的风险，要求负责手术的医师爱有无共训练的资格，禁止一个出业就投入做医学美容。另外，未来所有手术型的医美疗程，负责手术的医生拢要有外科专科医师资格甲证书。若发生医美的事故，经过调查，若有违反医疗法，除了爱停业以外，嘛会甲不良的记录公开，防止医生改名或者是换单位了后，来闪过相关的查询。这个新的制度上紧年底会实施。去对应不同训练的医生，可以从事不同风险的医美疗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特管法的修正预告后，应该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而能够尽快的上路。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抑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美在这个一些诊所的一些不当的一个现象。这样直接去做医美的话是有点争议，必须要有相关训练，才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因为部定专科的训练里头就包括很多基本的急救跟生命安全的一些常识。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医学美容甲一般的医疗无同款，对象大部分拢是健康的民众，所以要更加严格来防止发生严重的事故。修法的草案按算10月份会做60天的预告，希望来保障民众就医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